今日上晝陽光明媚，官坦農業公園嘅金色向日葵喺藍天白雲嘅映襯下絢爛奪目，就好似梵高嘅油畫照入咗現實。大批遊客慕名而嚟，喺向日葵花海中穿梭，無論從邊個角度影相，氛圍感都滿滿。有市民專程從白雲區過嚟打卡。我哋刷抖音睇到啦，我哋約為姊妹啊朋友一齊嚟睇熱鬧啦，開心下，開得真係好漂亮。靚大隊啲花好啱啱正當時開得好開心，開心喎耶咧！園方介紹，呢啲向日葵喺今年4月上旬分3批種植，面積約140畝，共21萬幾株。向日葵從5月底陸續開花，花期將持續到7月初。最近2-3個星期都係最佳觀賞期。已經係 N 次啦，係咁今年咧睇嚟比較靚啲。咁起碼天氣好啊嘛，有藍天白雲，有啲係盛開咗，有啲咧就將近開。鞠躬起敬，馬上來好嗎？大家。今次引用嘅係白三道眉嘅向日葵品種，然之後佢嘅特點呢就係花盤好大，然之後花籽好多，佢嘅觀賞效果係非常好嘅。我哋係根據唔同嘅季節種唔同嘅花，我哋一年呢係有3造輪作嘅。佢春夏呢主要係向日葵為主，冬季呢就係油菜花為主。為咗方便市民遊客過嚟打卡，園區喺周邊配備咗幾個停車場。同時，盛花期係會提供從東涌地鐵站到官坦農業公園嘅免費接駁車。另外，公園現場亦都係配備咗商業休閒點，可以滿足市民遊客一站式吃喝玩樂嘅需求。就自己摘咗啲呢個葡萄，擺100零蚊，幾好食幾甜嘅。荔枝咯，呢個係呢個蘭沙本地嘅荔枝，我試下非常甜啊！官坦農業公園目前免費對外開放。今年2月嘅油菜花盛花期，單日最高客流超過4萬人次。